各位朋友好，歡迎來到故障比吧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黃金國嘅傳說。呢個故仔充滿住探險、貪婪同埋神秘色彩。話說好耐之前，喺今日嘅哥倫比亞一帶，住咗一班穆伊斯克人 （Muisca）。佢哋有一個好特別嘅儀式，就係當新領導上任嗰陣，會搞到成身金閃閃，好似而家啲明星開演唱會咁。不過就隆重得多。你想象一下個畫面，喺瓜塔維塔湖 Lake Guatavita 旁邊，人山人海，個個都好期待。個新領導呢會除清光，然後班族人就用一種混咗金粉嘅泥漿，由頭到腳搽勻佢，真係變成個金人。跟住佢會登上一個用蘆葦做嘅木筏，族人就將無數嘅黃金寶石、翡翠同珍貴製品，當係碎銀咁掉入個湖度，獻俾佢哋嘅神。個領導之後會跳落湖度，將身上面嘅金粉全部洗光淨，啲金粉沉落湖底，個儀式就完成啦。就係因為呢個鍍金儀式，西班牙人聽到之後就將個領導叫做 El Dorado， 即係西班牙文鍍咗金嘅人咁解。好啦，故事傳到去班江島部，無奈對黃金極度瘋狂嘅西班牙征服者度，大件事啦。佢哋本身已經係愛金如命，一聽到有個地方個領導會用金粉沖涼，仲要成個湖都係金氣，即刻雙眼發晒青光，口水都流埋。埃爾多拉多呢個名喺佢哋無限嘅幻想同以訛傳訛之下，由一個人慢慢變成一個儀式，再變成一個城市，最後仲升級做一個成條街都係黃金鋪，周地都係寶石嘅成個帝國。就係咁，成個16世紀開始，一波又一波嘅探險隊、亡命之徒同埋夢想家，好似癲咗一樣，揸住張地圖就衝入南美洲嘅深山同亞馬遜雨林深處。佢哋捱盡熱帶病，餓到就嚟死，同土著打生打死，為嘅就係揾到呢個傳說中嘅黃金國。其中最經典嘅有個西班牙佬叫弗朗西斯科德奧雷亞納 （Francisco de Orellana）。佢本來同緊大佬去探險，點知揾極都揾唔到，仲要喺亞馬遜河流域迷失咗，成為史上第一個由源頭航行到出海口嘅歐洲人。但係黃金國嘅影都未見過。仲有個英國佬沃爾特雷利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， 佢前後去咗2次，瞓身投資，連自己個仔都死埋喺探險途中，結果都係得個吉。最後仲因為冇兌現到對英女王嘅承諾，即係帶唔到黃金返嚟，而俾人斬頭。幾百年嚟，無數人為咗呢個虛無縹緲嘅傳說，賠上咗生命同財富。佢哋將瓜塔維塔湖嘅水抽乾咗一部分，真係揾到少量金器，證明個儀式係真有其事。但同傳說中成個城都係黃金嘅傳說，簡直係蚊髀同牛髀。呢個咁經典嘅傳說，點會逃得過《海賊王》作者尾田榮一郎嘅法眼？佢就將呢段歷史化成咗空島篇最感人嘅故事。傳說嘅起點一模一樣。漫畫裏面400年前嘅北海探險家蒙布朗諾蘭德，佢嘅故事就係參照咗現實中嘅探險家。佢向全世界宣稱喺加亞島找到咗一個堆滿黃金嘅城市山多拉 Shandora， 呢度就係對應現實中探險家聲稱發現埃爾多拉多，但冇人信，將傳說升華，黃金飛上天了。最妙嘅改編喺度，現實中嘅探險家揾極都揾唔到黃金國。點解？尾田給出咗一個浪漫到極點嘅答案，因為成個黃金都市山多拉被巨大海流沖咗上天空，變成咗空島嘅一部分。呢個設定真係神來之筆，完美解釋咗點解地面嘅人永遠找不到個城根本唔喺地面，同時亦將尋找失落的黃金國呢個夢想變得更加宏大同奇幻，將核心精神嘅傳承與超越現實嘅埃爾多拉多傳說，核心係貪婪同幻滅。班殖民者為咗黃金不擇手段，最後一場空。但海賊王嘅黃金鄉核心係承諾、友情與傳承。諾蘭德與大戰士卡爾葛拉嘅友情超越咗文化與時間。400年後，路飛為咗實現伙伴文布蘭富力海諾蘭德子孫嘅心願，
敲響咗黃金鐘，鐘聲咚響徹雲霄。呢個聲音係對諾蘭德嘅平反，係對空島與香迪亞人戰爭嘅終結，亦係對跨越400年友情嘅見證。黃金喺現實傳說中係引發掠奪嘅詛咒，但喺海賊王裏面卻成為連結人心、完成約定嘅最美象徵。結語：你的黃金鄉在哪？所以話有南美雨林到雲上空島，黃金鄉從來都唔只係一個地點。歷史上佢係人性貪婪嘅照妖鏡，漫畫裏佢卻成為有情與夢想嘅燈塔。或者每個人心裏面都有個阿爾多拉多，可能係一個未實現嘅夢想，一個未到達嘅地方，或者一個未完成嘅承諾。最重要嘅唔係最後有冇揾到堆金山銀山，而係好似路飛同諾蘭德咁，為咗相信嘅事物勇往直前，永不放棄。你又準備好去尋找你自己嘅黃金鄉未啊？今集時間又完啦，希望大家鍾意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